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今仔日的台北股市，来看这个台积电，伫咧开盘半点前后，就冲起的新天价7055块。虽然盘中一度这个火花起，伫咧平盘咧震动，但是投资市场也是有信心。美国的分析师甚至讲，伫美国股市上界有主导地位的7大公司，除了苹果、微软甲辉达之外，即摆应该还阁加入到台积电，由7大公司变做惊奇八大公司，而且以市值来看，台积电 ADR 盘中一度冲破到1兆的美金，超过特斯拉。台积电今日的股价冲，开盘8点钟冲起到1055块，嘛互台股飙高超过248点，冲起24126点，创新高。虽然盘中拢双失火，不过过10点阁向顶反弹。美国投资市场对华国新山保持有信心，互大家拢料想未到。就是希望能够给台积电更高的本益比。因为目前的话，台积电的本益比应该已经达到了30倍，美国股市超级7的这个角度来看，也许就可以给台积电40倍本益比、50倍本益比。分析师讲，台积电变做8大龙头的话题，伫咧华尔街继续升温。有分析师解说，美国内底上有主导地位的7大龙头，苹果、微软和辉达，市值拢超过3兆美金，台积电 ADR 盘中拢超过1兆美金。超越特斯拉，成做美国交易所第7大上市公司。而且，台积电上大契合苹果推出 AI 模型，佮应用伫咧手机啊，来当引发产品升级周期，得当赚大钱。另外，未来5年 AI 相关硬体年均复合成长率估计达到50%。市场传出台积电3奈米制程需求多，了解调起契合被反对，专家就讲话唔通讲太早。3奈米制程的产能。预估到今年年底有希望可以达到12万片的12寸晶圆，会因为物价或者是因为在欧洲、美国建厂成本过高而进行价格的调整。我认为这个机会反而是比较大的。台积电需求冲，带旺市值，马早就已经伫咧产业龙头宝座坐个真济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